的痴，我的要求并不高，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可是还有一点点窗口，一点点，然后喷油，然后不要一下子就打那个料。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要4个字了嘞。是你赐给的自卑。你要的爱太完美，我永远都学不会。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这个要赶犯出啦，不的赶出就掉。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你赐给的自卑。你要的爱太完美，我永远都学不会。我永遠都學不會。資訊好多，但係頭條不能錯過。Melody 頭條睇真啲，為你送上。啱聽過咧就有古養年嘅香水有毒，同埋王力宏嘅不可能錯過你。早晨你好，我係 Jason 林振前。早晨你好，我係 Vivian 溫慧欣。睇下呢一個我哋國家嘅反霸凌法咧，就係響6月16號咧正式生效啊嘛。咁反霸凌仲裁庭咧就投入為咗運作啦，大馬亦都成為本區域咧最早建立以呢一個恢復性司法為基礎專門處理霸凌問題機制嘅國家之一嚟嘅。係啦，咁我哋嘅首相署法律及體制改革部嘅部長啦，阿薩蓮娜都有喺國會下院嘅時候有特別去表示啦，其實設立呢一個反霸凌仲裁庭咧，就係為咗要去作為一個專門嘅機制咧，更加快地去審理同埋處理一啲霸凌嘅投訴啦，同時都着重喺一啲受害者嘅復原啊，同埋去教育呢一個施暴者啊，而唔係話淨係點樣去懲罰佢哋嘅啫。所以佢其實內裏咧都有好多同佢哋想要去做同埋達到嘅目標嘅。即係比較全面性咯呢一種做法，即係唔係講話OK你做錯嘢咁我就一定係要懲罰你。當然適合嘅懲罰都一定要做到㗎啦，有阻嚇嘅一個作用嘛。不過最緊要咧就係俾大家有呢一個改過自身嘅機會，同時咧受害者亦都係可以獲得應有嘅一個保障同埋公正。係啊，再加上剛才都有提到啊嘛，就係話喺嗰個處理投訴方面嘅速度要再快翻啲，因為之前可能都有聽過一啲受害嘅例子，就話到其實我已經即係投訴咗㗎啦，或者我已經投報咗，但係一直遲遲都未有一個答案或者係一個 follow up 咁樣，所以喺呢一方面咧都要去着手去加快程序啦。所以阿薩蓮娜都話到，首相署法律事務組咧都開發咗一個電子投訴嘅系統，就係呢個 ETAP。咁啊就俾投訴人咧可以喺 online 度提交你嘅霸凌嘅投訴，而答辯人咧就可以喺嗰個 online 度提交一個答辯嘅陳述書咁。好好咯呢個，即係話以前嘅嗰個投訴我可以點做咧？我同老師講或者同學校投訴。咁呢一個咧係面對面，為住霸凌呢一樣嘢咧，你有時好難，或者係你想要我去透過比較適當嘅一個方式咁去投訴先，即係 online 呢樣嘢就好好保護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個私人啦。無論係話投訴嘅人又好，即係比如話我係被霸凌嗰個人嚟嘅，咁如果我同老師講，老師又好似感覺上唔係要你不理咁樣，咁我可唔可以透過一啲 online 嘅方式，咁我去寫講清楚我成個情況係點樣，希望咧係會受理咯呢個 case。係啊，同埋咧即係要睇翻受唔受理，同埋點樣去處理嘅話咧，
有分一啲即係學校嘅種類咁樣啦，因為阿Selina被問到啊嘛，就話到即係呢個反霸凌仲裁庭自從設立以嚟咧，都接獲咗好多項涉及國際學校同埋州嘅宗教學校霸凌事件嘅諮詢同埋正式嘅投訴，所以佢就話到根據初步嘅研究啦針對呢一個反霸凌法令係咪真係適用於譬如話國際學校咁樣，就係存在一啲法律嘅問題，需要進一步去釐清啦。咁即係呢個國際學校係咪真係屬於法令附錄上邊所列明嘅教育機構嘅類別啊？所以呢個都係要去如果那個並太難，我就沒有爆料亦都發現呢部分嘅州宗教嘅學校咧，唔係根據1996年嘅教育法設立或者係註冊嘅，所以都有引嚟一啲咁樣嘅質疑啦。所以咧即係至少有一個好嘅開始。咁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啲譬如話反霸凌嘅宣傳啦，又或者啲反霸凌法等等咧，都可以有更好嘅一個進展。係啊，先有法令先啦。咁如果你話作出適當嘅呢個修訂嘅話，咁之後先至再慢慢一步一步去做啦。我哋轉頭翻嚟咧，我睇翻我哋自身嘅禮儀啦。邊方面嘅禮儀咧，就係譬如話住宿嘅禮儀。如果你話去住酒店啊，去住民宿啊，我哋係咪一個好嘅住客咧？轉頭翻嚟有啲報告同你一齊嚟分享下。守住 Melody。今天的商業環境不只是講求效率，企業要快要穩，更需要可靠後盾。U Business Ultra Business Reserve 由馬來西亞新時代網絡 Ultra 5G 驅動，帶來全天候 VIP 專屬體驗，覆蓋超過60個目的地的尊享漫遊，加上企業級智能安全防護，讓您的業務時刻在線，持續領先。專為本地中小企業打造的中文電台單元 Melody 小馬一起談，是由 U Business 為你呈現。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點首播，傍晚6點重播，星期六早上10點完整重播。每天用2分鐘的時間抓住一個新的變化。聽講尋晚嗰場球賽好精彩噃。係啊，乜你冇睇啊？追咗幾晚波，好眼瞓啊！點似得你啊？仲咁龍精虎猛。係啊，有心唔怕遲啊嘛。唉，最弊我有心無力咧。我係話廬山豹心嘅心啊，牙軟似冰就炒得住㗎。而家到原生嗌廬山豹心，買1兩送1兩，好氣提神，食得到就唔使等啦。快啲到原生小購，有心唔怕遲啊！網絡可以讓小朋友學到好多嘢，但係都有風險，令到佢哋接觸唔合適嘅內容。與其一味禁止，不如陪佢哋一齊學識正確使用。同小朋友約定每一日嘅上網時間，多同佢哋傾偈，喺度睇緊乜嘢啊，玩緊乜嘢，都教曉佢哋唔好隨便分享個人資料。遇到奇怪嘅人或者內容，一定要第一時間同我哋大人講。我係 Melody 早晨有意思嘅 Vivian， 陪伴比限制更重要，引導比責任更有效。想要開啟有意思嘅早晨，繼續留守誠意滿滿嘅 Melody 早晨有意思。新聞快遞 Melody 為你及時更新。萬物收穫 Musim Bola Malaysia Bersama with Settle， 即日起至7月31日，到各大 Mesra 購買零食可獲3倍 Mesra Rewards積分，還有機會贏取球星親筆簽名球衣或 Settle Credit。職場壓力拉響警報，人力資源部調查發現，在10萬名員工中，有將近17%的打工族因為工作負荷過重、節奏過快和時間壓力，陷入情緒漩渦。部長馬斯里拉曼表示，職場壓力不僅影響員工心理，對傷害身體健康。政府將通過職業安全與衛生局加強職場。